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哈文》。今日民主我來到大家做嘅第二個功夫菜哦，就是客家嘅鹹豬肉。鹹豬肉啊，到底要用辦做呢？現在看明珠來教大家哦。這邊呢，準備就是五花肉、3層肉部分。待會呢，我們的醃料部分呢有肉桂、丁香、五香粉。 白胡椒、黑胡椒跟一点点酱油。既然名为咸猪肉啊，它一定要非常的入味。但是重点就是加下去之后，你每加一样，就是要把它，你看，massage 一下，按摩按摩，加一点点米酒，除掉一点点的腥味，再加一点酱油，让它上色。 这个massage的过程很重要哦。好，现在呢，咸猪肉我们让它静置过了之后呢，待会我们就要放进烤箱里面喽。当然，这个烤箱呢，也是今天要教大家的词，就是叫做烤箱。烤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放进到烤箱哦，烤箱里面慢慢的等待喽。好，这一道客家咸猪肉呢，我们等待了那么久的时间，终于把它完成了。现在请我们试吃员来给我们品尝看看喽。 还 OK 吗？真的还稳。我要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来教观众朋友讲一句客家话：咸猪肉可以长时间保存。客家话讲法就是“鹹豬肉做得冰凍久”，鹹豬肉做得冰凍久，鹹豬肉做得冰凍久。谢谢。 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认识这个客家咸猪肉，其实呢它就跟原住民的山猪肉一样的经典，而且一样的让人垂涎3尺。当然喽，认识新的菜色，也来复习一下学到的新的客家话吧。来看到第一个客家话就是咸猪肉，鹹豬肉，鹹豬肉。第二个呢，生活当中常常用到的就是烤箱，烤箱，烤箱。 第3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就是咸猪肉可以长时间保存，鹹豬肉做得冰凍久，鹹豬肉做得冰凍久。咸猪肉啊，它真的可以放好久哦，放1整年都不会坏，随时拿出来做饭都很下饭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